荔枝補果其實一啲都冇難嘅，記住以下方法你就輕鬆多啦。大家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一下，點個關注啊！以後下次要用呢，就可以輕鬆咁揾到啦。補果方法通常都係兩種，物理補果啦，藥物補果啦。物理補果就係喺我哋個母花開放嘅時候，咩係母花呢？俾大家睇下咩叫母花吓。嗱，呢啲有啲白絲嘅，呢啲就母花啦。母花開放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用0到1號刀，時頭橫角去補果。藥物補果呢，喺謝花後，先講妃子笑啊。紅橙哥只係分享我嘅做法，各位大神路過嘅專家，如果發現有咩不足嘅，期待評論區有你嘅指導啊！妃子笑梳花後10天左右，用15%嘅多效做啦，25克加2件盆，15毫升，兌水30斤，壓第5處防止嘅爆花，等佢慢慢咁開放，到宮花謝8、9成啦。記住啊，呢啲係重點，係宮花謝8、9成，我哋再去補果，係用小某標麗花使者15克。加10%嘅稀酵做6至10毫升，兌水30斤，噴到滴水補果。隔1個星期，我哋用小某標麗花使者，可以加啲淡嘅防蟲殺菌一齊去噴補果。桂味白糖罌雞嘴先進鳳嗰啲次熟品種，少量宮花開啦，就用15%嘅多效做25克，加15毫升2件盆，兌水30斤，噴上去。壓住佢，等佢慢慢去開花。冇花謝之後，用小某標麗花使者15毫升，兌水30斤，噴第一次補果。隔1個星期啦，再用麗花使者加淡啲嘅殺蟲藥啦、殺菌藥啦，噴第2次補果。咁樣呢就穩陣啦。紅橙哥所分享嘅都係我紅橙哥自己果完點做呢，點去同大家分享。效果雖然冇係最好嘅，但係效果都係幾好嘅，咁多年都係咁做啊！而且咁多年小某標果樹營養系列，佢嘅效果係大家有目共睹嘅。小某標為咗保質保量，每季都係定量生產，未備好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備好。快遞亦都需要3、5天嘅嚇，冇到時候想用呢冇揾得到。再有最近呢，紅橙哥亦都係種果嘅，所以最近呢都比較忙，有時候嗰啲私信呢就冇回覆得咁快，請大家原諒啊！關注紅橙哥，帶你了解更多荔枝種植嘅小知識。